無論想準備裝修定係想淨化一下屋企嚟一個大革新，咁你一定唔可以錯過今集嘅內容。Japandi，Let's go！Japandi 嘅風格係起源可以追溯翻到日本同埋 Scandinavian 嘅傳統嘅設計理念。日本嘅設計一直都係以簡約同埋自然嘅功能為主，而 Scandinavian 則係強調一啲實用同埋舒適感嘅。而 Japandi 啱啱好就係結合咗東方嘅靜物同埋西方嘅溫暖所創造出嚟，亦都係因為疫情，所以每個人對於喺屋企希望多一份嘅自然同埋平靜嘅生活，亦都變得更加嘅盛行。選擇用 Japandi 呢種家居風格嘅人，亦都係每年咁樣增加。好，我哋今日廢話唔多講，立即開始。咁 Japandi 嘅核心咧，簡單嚟講咧就兩樣嘢嘅。一橫一直，唔係簡約同埋功能性，亦即係日本同埋北歐風格嘅核心。佢強調 less is more。如果你仲喺度考慮緊要唔要掉晒屋企嘅嘢，但係你又想打造 Japandi 嘅風格嘅話，唔使問啦，掉晒佢啦，剩翻幾件你心愛嘅就夠啦。如果你哋喺揀材料方面，記得揀翻啲自然材料，例如一啲木材、竹、石材，記得去揀翻啲淺色嘅，因為 Scandinavian 同埋日本嘅元素本身都係以淺色為主，咁樣可以增加翻空間嘅明亮度。配色嘅方面，亦都可以揀翻一啲米色、灰色、棕色呢啲咁嘅顏色，都可以營造一啲比較平靜嘅氛圍，令人有一種放鬆嘅感覺。有時我哋想個空間多翻啲活潑啊，唔好太過黑板，可以加翻少少對比嘅顏色，例如一啲墨綠啊，都係可以嘅，但就盡量唔好太多啦。可能係幾個 cushion 或者一啲細嘅家私啊。喺燈光方面，Japandi嘅風格通常會採用一啲柔和嘅自然光，2700到3000K， 搭配一啲簡約，可以嘅話可以揀翻啲天然材質嘅燈具，例如宣紙嘅燈啊，同埋一啲落地燈都可以揀翻啲柔和線條、外形簡潔嘅設計嘅，仲可以利用一啲窗嘅設計，最大限度咁樣去吸引呢啲自然嘅光。家私方面可以多用一啲矮身嘅家私嘅，例如一啲矮身嘅梳化同埋茶几，可以增加翻空間嘅開放感。收納方面，佢嘅設計係着重於一啲隱藏性，佢用翻一啲嵌入式嘅收納櫃去保持翻室內嘅整潔同埋有序，就唔好用一啲有把手啊，揀翻一啲有斜抽嘅就最好啦。如果你中意植物，就可以擺翻啲植物喺屋企啊。但係如果你唔係咁擅長種植物，可以揀翻啲易於打理嘅植物啦，例如一啲黃金葛啊、龜背葉啊咁樣。啲植物唔單止可以增添生氣，亦都可以令到你嘅空間嘅空氣品質係有所提升。同時亦都可以放一啲去旅行或者自己學做過嘅陶藝嘅器皿啊。佢哋唔一定係好靚，但係就係因為佢人手做出嚟有不完美，同 Wabi Sabi 入邊佢嘅不完美同埋有歲月嘅痕跡一樣。咁可能你會問，其實日式風格同 Japandi 有咩分別呢？ Japandi 嘅家私係會用多一啲柔和嘅線條，而日式咧佢係比較方正啲嘅，感覺有啲硬。日式嘅風格咧，好多時你會見到會有啲榻榻米嘅元素啊，而 Japandi 就會少啲。Japandi 係多翻一啲北歐嘅調色，例如奶茶色、暖棕色啊，同埋橄欖綠。其實最後 Japandi 嘅風格就係將日本嘅簡約美同埋 Scandinavian 嘅實用舒適兩者結合，創造出嘅一種和諧靜物嘅居住空間。無論係材質嘅選用同埋配色嘅搭配，定係動線同埋燈光嘅設計上，都係令呢種風格喺近年越嚟越受歡迎。Japandi 無疑係值得參考嘅一個選擇。如果大家對 Japandi 呢個家居風格有啲咩問題或者想討論嘅，亦都可以喺下邊度留言或者 IG inbox我會盡量去回覆大家。我係 Ling， 如果中意我分享嘅內容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個 channel。我哋下次見，拜。咦，我今日呢隻色都係 Japandi 嘅顏色嚟嘅喎。